其實而前面呢一度咧都有一題係我將一個2001數學及統計科一條題目咧就改版嘅。佢當年嘅題目好簡單啫，就10個同學咧唔同體重嘅，完全都揀3個出嚟啦，入面要包含最重啫。咁啊，如果係佢原題目咧，10個同學揀3個，要包含到最重，咁個説法上就好簡單嘅，攞錯筆添，因為每支 iPad 咧買咗支唔同嘅 version 嘅筆，本身就係10C3。然之後就1C1，跟住9C2，呢個係原題目。10個原本唔同體重嘅朋友啦，揀3個出嚟，入面包括要有呢一班最重嗰個同學，1C1、9C2、10C3。但係而家咧，我改版咧就變咗做逐一揀出嚟。嗱，一見到 one by one 咧，在座一定要留意 one by one 嘅話，佢就會變咗做排列㗎啦。所有分母咧要做個10C3。3 factorial，OK，要做個10C3嘅3 factorial，咁啊代表10個揀3個啦，但係然之後係逐個排出嚟嘅，係啦，因為佢嘅體重上面咧，你唔知邊個出嚟先㗎嘛，係啦，因為10個同學都係唔同體重啦，所以邊個同學出嚟先咧，就代表唔同嘅體重可以發生先咁樣嘅可能性。好啦，咁啊然之後咧，分子上冇要求個體重一定係遞增咁樣排，即係譬如好似頭先咁樣啦，揀到1啊、2啊、3啊出嚟嘅話咧，就一定要係1先嘅2先跟住3。嗱，如果指明咗由細至大去嘅話，咁即係話得一個排法啦。但係有幾多種體重嘅可能性啊？可能1、2、3啊，可能係5、7、10啊咁樣，由5到7到10，呢啲係唔同體重嘅可能性。用10C3嚟控制唔同體重嘅可能性，咁所以咧總共做出嚟其實1/6。嗱1/6其實係合理嘅，因為你任何3種體重都好，任何3種體重咧，你都會發覺排出嚟嘅話就得6個排法嘅啫。例如係123啊、132啊、213啊、231啊，同埋312，仲有321。如果你體重係1、2同埋3嘅話，咁所以喺6隻排法面咧，就得1逗號2逗號3係由細至大去排，咁所以1/6咧係一個必然選擇嚟嘅，就係咁啦，再做。